嗱個市場咧就今個禮拜咧就暫時嚟到呢一個深港通開通之前嘅呢一日咧，見到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啊。咁啊，如果以今日半日收市嚟計嘅話咧，全個星期暫時咧就微跌嘅。咁但係反映住呢個小型股指數表現啦，近90隻股份都入選咗做深港通嗰個南下股份名單嘅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咧，今個禮拜反而咧就可以暫時升到超過1%，咁即係比起整體大市恒指嘅表現咧，佢就係跑贏嘅。咁係咪即係喺深港通開通之前咧個市就調整，但係呢啲小型股其實都係即係 OK 嘅呢個表現？應該咁樣理解嘅。其實咧我覺得大市就係冇乜特別方向，即係應該咧深港通其實對大市影響係我覺得係接近冇嚇。一來佢主要都係啲小型股啦，係咪？即係深港通裏邊嘅名單。而所以變咗其實大型股或者大市嚟講嘅影響其實相當有限。至於個小型股暫時升得超過1%咧，其實1%其實就應該係唔係因為一個咁嘅消息而嚟，可能真係一個普通嘅一啲少少嘅換馬。其實呢1%係一個好正常嘅，可能一日都有嘅波幅。咁所以我覺得深港通個長遠個影響咧，就唔會喺好似當年滬港通就突然之間會好快反應，應該就唔會嘅嚇。其實都係一個好綿長，即係令到深圳同埋香港個資金或者市場咧能夠即係一局部嘅流通啊，或者令到香港入邊嘅買賣嘅股份，佢哋其實係即係喺內地嘅資金參與香港市場嘅比例提高，個話語權提高，呢個就係一個長遠嘅影響。但係你話純粹炒一個深港通嘅一個概念，我就覺得其實係多咗。嗱，當年滬港通咧通完之後都要到出年4、5月先至大時代，等咗一段時間㗎嘛。如果真係講緊滬港通推出完之後咧，個大市其實受壓啦。今次深港通會唔會都係一通咗道氣，跟住就蝕咗咧？其實道氣都未通，都應該蝕咗少少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就再要大蝕下去，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同深港通或者滬港通冇乜關係。我覺得係睇人民幣究竟可唔可以企穩。呢樣嘢對嗰個市場嘅影響咧更加重